好的了，这天给告诉叫我干嘛把给，我那么今天依照法王的伽玛巴的指示，那么法王只是要简略的给予修心奇要的开示，所以我会以修心奇要的本颂为依据，然后简略的给予一些解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这个解释。所给予的是大乘修心七要教授为初学菩提而开之一行大道这部讲过仁波切的注解的一个口传。送的，大体了，听不清不去了，罗中啊是，罗中啊嘞，当的，就这个就408了，所谓，那么就共同的学别个没当嘛，各当把个当嘛的，那这个就是噶当派的这样的教法。那这是属于噶当派里面的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口诀，从金州大师等等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口诀。那么冈波巴大师传承下来，也就是将这个噶当派的这样的修行的法要，结合了由马尔巴大师传承下来主要的这样的以那罗六法为主的教法合而为一的教法，就是我们达波嘎举传承下来的这样的殊胜的教法。那么接着继续讲解口传。那这里主要修的呢，就是我们大乘的菩提心。我们都接受过许多的灌顶，尤其也得到过这个菩萨戒。那么在接受灌顶的时候，也里面都会给予这个菩萨戒的。所以接受过菩萨戒，我们都必须要接着去修持相应的这个菩萨戒的法。我们都在因为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而不停的在无始轮回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轮回当中受苦，而我们很难得能够接触到这样一个殊胜的这样的教法，而能够知道解脱的方法。那因此，我们就要能够如法的来修心，消除我们的迷惑，消除我们的烦恼。除了自己要能够清醒，从烦恼中解脱，而不只是自己，同时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很多时候他们也他们自己也还是在很多的
是活在他们的烦恼当中。所以呢，升起菩提心，很多时候就是要对周遭很多人要不停的升起这样的关怀，这样的菩提心。就像过去看到很多应该是佛陀本身故事里面吧，他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过去很多的祖师，他们甚至为了别人能够温饱，甚至自己都没有任何东西吃等等就是不断的为了照顾别人而付出等等。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菩萨的行持。所以可以看到过去的你看像佛陀过去他花了三大阿僧祇劫很长的时间，他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要修持布施或持戒忍辱？他就是要修持这个心修心，目的就是为修心，修持这个菩提心，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修持圆满。而我们就是没有修持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的修行一直没有办法圆满所以很多时候经典里面说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广，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无法思议的。所以在这里阿底峡尊者或者说噶当修心的教法，就将这样的经教里面佛经里面浩瀚的这样子的菩萨的行持，各种菩萨练习菩提心的教法，将它精要的结集起来，成为这样的修心的要点。也就是作者也就是切高瓦大师，他主要就合集成为7个要点。在师身法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修心的教法。那主要是以密乘的马吉拉尊主师用密乘的方式而修心的一种教法等等。总之，接着修心7要这里面呢，首先是提到的是修前行的部分。要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上有上师，还有传承祖师等等，然后来祈请。所以每一次上座前都要观想头顶上有莲花月轮等等上面端坐的上师，然后向他祈请，念诵祈请文，然后观想上师从自己顶上融入到心间。就每一座修持前观修心前都要观想这样一次的上师一切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接着就是到进入前行，要观想暇满人生难得，还有观死无常等等。有时候想想这个无常是真的要思维的。很多时候很多
很多事情不一定你会经验得到的，比如说你不一定能够经验得到，是不是能够去到一些很出名的地方，比如说华盛顿，你不一定能够去得了那样的地方，你不一定会经验到那样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事情你一定会经验得到的，就是无常，你一定会经验得到。所以这是前行修心开始之前啊，就是前行里面的。再一个就是要观修无常，这是必须的。所以同样，无论在生活中，像是在坐车子交通的时候，或者说像是坐飞机的时候，其实每一秒、每一天，或者等于说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你都是离死亡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1号、2号、3号，你等于是这离死亡是越来越近的，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生活中的很多其他事情，会在身上带着许多这些保护的护身符啊，这些金刚结等等。但很奇怪，我们都不害怕无常，都不担心无常，都害怕很多其他的事情。这个真正是应该害怕的是轮回的这个苦，我们却不害怕，害怕这个无常。这是真的是最应该害怕的，但我们常常却对于真实的事情应该看到的、应该害怕，我们却视而不见。就像是偈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哦。所以其实一切经验到的这些事物，现在经验到的有为法，这一切事物它都是如梦如幻一般的，如梦，如这个闪电是一般等等，稍纵即逝。同样，这当然还要思维轮回的过患、痛苦，还有尤其对于因果业力要不断的思维，这就是前行中的4种思维。所以，对于再小的这种恶，我们都要尽力去断除；再小的善，我们也都要尽力去积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家你家多少日子你是别下成最重要嘛？뭐 밀리연 또 내가 내 이제 수수요 뭐 팀밀랍 시 내가 래 배샤 총총 때로 세 네 가요 말해세 개화钱拿랍 시 몰래 우리 생각 좀 하니까 뭐 진짜 뭐 很多人会说那个小的善不用太在乎，要做就是做积聚大的善，小的善不用太在乎。但这个想法是错的，那这是不对的一个想法。其实那是好像有些商人是这样的想法，要赚就赚大钱，小钱不在乎。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不正确的。甚至就像是只是我们去，像是我们到在印度这里，我们要去提水，
到河边或者去哪里你要提水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那个水中是不是有这个小虫，都要小心，不要，总之不要伤害到这些小虫等等啊。所以总之呢，再小的这些恶都要注意的，再小的善也都要尽力去这个积聚的。然后接着是修持圣意菩提心，但最主要是修持世俗菩提心的。那么圣意菩提心的修持呢，是思诸法如梦，观心性无声等等，然后对治一字解、道体住赖耶、坐间修幻化等等。那思诸法如梦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等等。那么在中观里面就有这些中观很多的这些破除执着一些空性的这种理路，那这些是很有用的。那这些破除我们执着一切相的这些理路是很有用的。那么在噶举派里面禅修的一些大手印的口诀，它也是很特殊的，也是很有用的，帮助我们了解诸法是不真实存在的。再接着进一步到观心性无声。那么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心性，它也是这个无声的，但它并不是这个死寂的，什么都没有的。在辩法法性论当中，对这一部分有蛮清楚的解释，各位可以去看。接着呢，对治一字解，然后接着道体住赖耶，然后坐间修幻化。在大乘里面很强调身体如同幻化，在我们的感受也是如同这个幻化一般等等。在闭过关的喇嘛跟随上师学过这个本尊的观修，在生活中也就是坐间都要修幻化，就是这些各位也都是知道的，就是坐间修持啊，就坐间修幻化的等等的一些意思。那么修心就要最主要在修的就是主修的可以说是世俗菩提心，也就是主要在说的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不曾经是我们的母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아마 같이 물 깨든가 요래 아마 같이 길 깨든가 요래 아마 같이 나 대내 동연답에 섬진 깨든가 요래 가요 하고요 말이야 아야 다 될라 쌈네 가지고 그다 쇼베 또 마땅해 다 공다 수도에 데려라 또 동서랑 뭐하시니 제요와 뭐람 나간데도 또 마시는 무슨 비탐제라什么当年뭐람 所以常常一早起来，我们就会做回向，做这种布施，就是一早起来，就是对于远近的一切的母亲哦，就是要做回向，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的。所以首先呢，要观想我们今生的母亲哦，在我们的前方。那因为今生的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呢，是非常的大的。从怀胎开始，她就尽力保护我们等等。所以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等，要这样子来感恩。这里主要提到是母亲哦，感恩我们的母亲。然后慢慢我们能够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也是妈妈会慢慢扶着我们，然后带着我们走路。其实看这个动物也是这样，像小鸟也是鸟类，也是慢慢的会这个母鸟会怎么样带着这个小鸟训练它飞翔等等。所以无论我们是会用什么样的，现在会用什么样的工具吃饭等等，会用筷子，会用各种东西吃，饮食也都是从小父母亲这样的教导等等这样。不过你在那听说了吗？你可是啥不要下个的，啥不要，东北啥不要，古东啥不要，都了解这些，不清楚的。咱的长期这个就是这样，俺们个那么年轻人，呀，经常陪伴同事，俺们看这里是个我是，俺们这里从哪去的吧？俺们从深圳来噻，俺们也浪呢，我到这是在当下吧嘞。总之，然后妈妈也会尽力的保护这个孩子，不要受这个寒冷啊、饥饿等等的这样的痛苦，等等。아마냐면 뭐란 게 부모식 지순기 군중 대유세 다 틀린 자다 소식은 아마 뭐란 게 성격은 제메스래 부모님 손으로 막 집어를 좀 거유세 뒤게 있다니 되니 자다 소쪽 샤래 내 쪽 지순을 군들은 야 답을 하지 티 제가 땅쪽 와야 돼야 티 와야 어 안에서 말 드려요 아야 너 대달라 쌈니 곰도 쭉 와야 남도 쭉 나야 자시오이나 남창훈나 안에 쇼바감니 게되게 와 자들라 들여다 와 안에 쇼바 有时候看到那些纪录片里面，动物的纪录片里面，那个母鸟会把这个小鸟也会盖在它的这个翅膀、羽毛里面等等。就算是现在有很多这些亲子之间会有
可能会有伤害孩子，或者会有很多关系不好的情况。不管怎么样，这些情况，这些人也都是过去也都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母亲吧。可是了，阿妹当不起家庭了，要阿妹要不起个嘛的噻，阿妹被我当不起个的噻，我就见个别的说的，阿妹生个细嘛的，阿妹生个细这个真的是个要嘛的，哎呀呀。是母亲关爱孩子的那个是她的天性哦。到国外，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些外国西方人会跟我说，不会，我妈从小就对我不好。我会跟他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个母亲从小就会对她的孩子是会关爱的。那你会这样说，那个是母亲受到了之后她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啊，才是会对你不好的。但母性啊，她是会关爱孩子的，那个是不会改变的。我会这样子对这个孩子这样做解释的。阿妹同我听让听那什么，让给到阿妈了托那什么呀，把当天公。然后接着杂修二取舍，比而成风喜。透过我们的呼吸，将这个善，还有各种的好，各种善，就像是这个手电筒的光芒一样，就甚至每一个众生就好像被这个手电筒照到一样啊，就这种善的光芒就从你的呼吸呼出去，给予他们。그런 거 쓰면 싫어 돼요. 칼라 두드릴 건 봐신 수요와 지금 나는 섬들려고 이 봐요. 남게 싫어 도와요 말해. 도와지는 거 막을래요 그래. 칼라 두드릴 건 봐신 수 어디다 대지 말해. 뭐 되는 전수 세네 들어서 땅에 내 공부를 해. 나 전에 수담 전에 농대네 공 농대에 거에 내배 내 담화 제벌지네. 那透过呼吸做这个取舍的观安修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都是透过我们的呼吸的差别而有很多时候善恶各种不同的，而有各种起心动念不同的这种影响。정말해서 내가 내줄 까 된게 되는지 우리 와타모나 레이종 중국 레이팅 작보 레이종 게 gengo semrezo 내가 내 미치게 그자 쉬 무섭게 가래가 되는 게서 시바서리라 시바서신이 버텔라 휴연주조 요 말에 개인주조 요 말에 가요 말에 되게 ጤ롱되게 되는 세월에 롱 개인주도 좀 기분서 레이종 요래 롱 차상 야보 지금 저한테가 야게 모습도 집에서 그랬는데 농구시에 야게는 쇼베섬 상내 쇼베섬 근데 배사 랍동거 이게 시에 동게 아마 그걸介绍嘛가가라면 신경말와 로드윤 제를 가가가데 에비스라면 신경와 어때 농구 잘도네 레용아래 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像孩子一样的心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风息他的气息还没有开始运作，所以他还是一个小孩的心。然后因为气息风息的运作之下而开始他会有各种的学习各种知识的成长，所以风息是影响一个人的这个心念学习各方面是很有关联性的，是这个意思。接着谈到的是三净毒善根。再来诸位仪持诵取次从自起，最满勤气时恶缘成觉道。
报应皆归一，修一切大恩。再来，这里是提到作奸哦，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对于三种境界升起这种三毒，就是对喜欢的对境会升起贪爱，对不喜欢的升起嗔恨，对于中等的对境升起这种愚痴等等，这叫对三境毒，然后善根等等。所以在这里要说，这样的三毒转变成三种善根。比如说升起贪的时候，遇到喜欢的对境，贪的对境就升起贪爱的时候，这时候要发愿说，愿一切有情的贪爱都众生的这种贪欲烦恼都由我来承担，愿一切有情都不再有贪欲的烦恼，都成就这样的善根等等哦，他们都能够远离烦恼，将这样子的而转变成为是一个善。然后在诸威仪持诵，就是日常生活尽量的发愿说，愿彼所作恶与我果报熟，是我所行善与彼果报熟，就是别人所做的恶看到时候都由我来承担，我所行的善都能够回向给别人，让别人得到快乐，这样的意思。或者说像是噶当派的教言说，一切的胜利都给予尊贵的众生，愿一切的亏损都由我自己来承担等等。或者像是这个佛子行里面提到的众生的无着，佛子无着说的一切的苦呢，这个报应在我的身上，然后我所有的善乐全部这个成熟在众生的身上等等。这就是任何威仪的时候，就生活当中的时候，你都要这样来说。那轮回的根本呢，是这个我执。这个我执呢，那在密乘的时候，我们会做供养。供养的时候，我们会说永富，这个祈求永富见之。那这个永富，它指的就是断除我执的这个永富。这是在密乘里面称这个永富它的一个意思，就是大永富。还在跳金刚舞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金刚舞会看到有舞者会穿戴着那样子的一个面具，然后在这个像是永富一样的，它也是在象征是像是在不丹，像是叫做无畏景昧，就是无畏的这种永富这样的金刚舞，它也象征是断除我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们会像是象征穿着这个大象的皮呀、狮子的皮呀，
等等。那象征这个我执已经被清净了等等，它都有这样很多象征的这样的意思就是象征烦恼被断除的这些意思。像过去很多这些像是大象比喻为这个无明，所以大象皮在身上就象征无明愚痴被消除了，然后人皮它象征是贪欲被消除了等等，挂在身上它都有这样象征的一个意思。所以这是报应皆归一在说的，就是说一切归一都是知道一切报应皆归一有，那个一就是我执，所以消除我执很重要。刚刚是在讲这一段，在修一切大恩，这下一句。如果不是众生的恩德，我们是不可能圆满福德，我们的福德不可能圆满，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成就佛果。甚至是这个虫子各种这些总之一切的众生都有具备无量的恩德，所以乃至一只狗、一条虫等等这些有情，我们都要不能升起嗔心尽力的要去利益他们，修一切大恩，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再来修持透过圣意菩提心的修持，就是迷境观四身空护为最上。再来四行胜方便，那没有办法讲得太细但就我们大概都有平时有做到，就僧众们就是集资加行、忏罪加行、施食鬼神加行，还有供养空行、护法加行等等等等这种最殊胜的4种方便修持。再来是所欲修道用等等，然后接着是浓缩终身之修持是总摄窍诀要应修习5力。第一个是牵引力，就是从早，譬如说我们有发起一个强烈的心作为牵引，就是从早譬如说或者从此刻起就发愿乃至成佛，然后特别乃至未死之前等等等等，我们要或者说我们从今天起乃至到明天，我绝对不离开菩提心，要有这样很强烈的这种发心，这就是牵引力。或者说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我就是要广大的积聚资粮等等要行善等等。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多人都行善，很多人都会做些好事，但是真正持续然后不停的坚持去行善的人是少的。所以我们说精进是好的，但是持续的或者我们说一种坚持下去的这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力量，叫做串习力哦，是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持续下去，就是串习的力量。再来第三个就是叫白善业力，或者叫白种子力、白种力，所以五力当中的第三个力，就是无论你一天做了任何的善行，你都要觉得还不够我造了一点善，或者我今天升起了一点菩提心，做了一点点文思，或者你都要觉得还不够。然后再来要拔除力，就是一旦你升起了各种爱执执着，然后你就要马上对峙它，就要想说我的痛苦轮回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执着而造成我这样的轮回，要马上远离这样的执着。再来第五个是祈愿力，就做任何的善愿，造了任何善业，到马上的发愿祈愿回向，发愿回向一切的众生等等。然后再接着之后是临终的这个做法，临终的修持，就是叫大乘死教言五力众威仪。首先也是百种力，那这是在讲过人之前提到说，在很多的这个临终的教言里面，这个是最殊胜的一个教言。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这5个要点的话，那么你的临终就会走得非常的好，不会有任何的障碍。那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造了许多的恶，但是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把握好好的做这样5力的修持，他也能够往生到一个好的地方去。所以这里第一个也是百种力，然后然后还有发愿力，还有拔除力。那么同样，第一个百种力就是将一切供养给上师等等，然后发愿力也是很重要，临终时候记得要发愿。还有再来拔除力很重要，就是要断除我爱执，这是很重要。很多甚至有一些行者，他最后临终的时候没有办法舍弃这个我爱执，结果转身成为这个投生为鬼哦，也有这样的故事。再来是牵引力是很重要的。然后好，然后同样接着还有拔除力、牵引力、串习力等等。然后修行的征兆等等，诸法摄仪要二正取上手。二正取上手，其中一个就是自己是自己的证明，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己最清楚自己的修持是怎么样的，不是别人看起来怎么样，其实你自己内心最知道自己的修持怎么样。然后再来横当一欢喜，有修持的征兆。就是说无论遇到任何的恶缘或者痛苦时，也不会特别升起恐惧或悲伤，反而能够变成修行的助缘，也保持安乐，很自在。然后这就是修行有修行的征兆。然后再来一个是能散即圆满。
那我们现在是任何时候呢？我们是任何时候都在执着，都在我执中。我们太习惯执着了。但相反的，如果我们好好修菩提心的时候，任何时候，就算我们在散乱的时候，也都在修持菩提心。然后再来修心的誓言，有横学三种义，转欲自稳重，不应说缺陷，全莫思他过，先尽众烦恼，断一切果求。왕sem 지dio sum tipo namba ji tunare namba jege namba jege chene she sodar nang changsem sawanga te sum tamje ge sum wa 外别解脱界，内在大乘界，然后秘密密乘界，那这都是我们要好好持守的。就是说，这个横学三种义，所以就说不让自己所受的这三种戒律受到各种的染污，所以就说不违背修心誓言，然后再来不狂妄这三种义，第二个就不狂妄，然后再来是不片面等等。还有转欲自稳重，就是任何时候都要珍视他人，都要一切修心然后不要说缺陷，不要议论他人的过失，然后不要全莫思他过，都要想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看到有任何不圆满的各种对境，然后只要升起菩提心，好好的发愿等等。然后要先尽众烦恼这是只说观察自己内心哪一个烦恼最重，然后就要用相对应的法门，针对这个烦恼开始去调伏，断一切果求。再来，就是要切记一点，成佛都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了你自己。无论是你闻思佛法、灌顶，也都是为了众生的。无论你是在闻思经论，或者你在吃一个东西，也都是断一切果求那么都不是为了得到自身的安乐、名声或者追求任何个人的利益，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譬如说，各位来这里辩经，我在辩每一句经论的时候，说每一句话的时候，都是希望每一个众生的这种愚痴烦恼都能够断除，都能够开启智慧。所以不是为了追求我更有名，然后好像我变得更厉害、更有智慧的，都不是为了自己，或者能够更得到一些吃的东西，不是这样子。
那凶上不马天噻，那呀，凶上不马天这里，然后再来莫学重义气，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记恨自己的仇人哦。所以反而是应该要以一种正面的心态啊，来对待这些伤害你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再来有许多莫次要害处偏宰莫因牛不好强争先断除助邪命等等。동도 세운자 동안이라는 거죠. 내가 누가 때문에 뭐란 게 되어 저들은 좀 세. 지금 그 같은 이제 동도 라동에 저 줍샤래. 기부 신도라는 기부 주고랑 그랑 내가 소실해. 네. 저거 뭐 수나면 때 주부차가 요래. 주부차 그다 신부차 전에 배 기부차 권대 동부차 답변이 근데 전부는 다 요래. 요래. 다 대세 기부 중 양고 셈 영모 왕게 기부 제 신어랑 잡고 연결라 차도랑 나랑很多人因为过去的这个福德而今生呢，有这个生活过得很好，但是因为今生的烦恼，结果又嫉妒他人、伤害他人等等，结果呢变得非常的傲慢，结果他的一切福报也都用尽了。所以这时候他其实是更应该要随喜，然后祝福他人才对的，他的这种福报才不会用尽。然后接着是修心的学处哦，这里说诸余且持一，就是任何时候，无论你在生活当中，余且就是任何生活中的行住坐卧的时候，都不应该舍弃利他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出后行二事等等，再来二境皆应忍，这是很重要。就是无论痛苦的时候、快乐的时候，都应该要修持，不然很多人呢，痛苦的时候才会努力修持，然后结果快乐的时候呢，他结果全都忘了要修持了。所以，而是应该痛苦的时候，不要流连于悲痛中，要领受众生的这个罪障和痛苦，修持净障法门等等。而同样，如果你得到财富啊等等这种很大的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因此而这个放逸，也要将一切转为善法，而祈愿众生得到快乐等等。所以总之，面对苦乐都一样安忍，这是二境皆应忍。接着舍命护二事，就是做任何事情呢，都要以利他的心态来守护，这是很重要的。接着当学三种难哦。这个三种难是指说你在面对烦恼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是很难的。第一个是辨认出烦恼很难，再来是扭转烦恼很难，最后是斩断它很难。
那我们说，我们就必须透过噶当派大手印的法门等等，帮助我们来处理这个烦恼。包括像施身法，很多这些方法也都是属于在修心的这个教法里面的。所以首先要辨认出烦恼，再来呢扭转它。扭转它指的就是，比如说你升起贪心的时候，比如说你就要修持不净观等等；嗔心的时候就修持慈悲观等等，很多这些方法。再接着是取三主要因，然后修三无失坏，成就三无离，于境修无偏，片且身修习，于历境恒修。修三无失坏是很重要的，就是大乘的一切正法功德都源自于上师，所以对于上师的前性要不失坏。然后修心是大乘的核心所以这个也不应该失坏。然后三种律仪的学处也不能够失坏，这很重要。所以像现在我们祈愿法会，大家能够聚集在这里，能够一起课诵，大家现在能够三法一，然后披在身上，能够一起做祈愿，这么多僧众聚在一起，这都是因为上师噶玛巴的恩德，然后也是法王办公室等等大家很多人的恩德，然后娘巴没吧，那么说那他台北去的，他对呢县啊，早啊的，东北他们的马娘巴去学送的，那么说就这，然没吧，那么说了，你龙啊也什么，给他早什么的，马上话了，小六就给我去，我就给我去，那么这。然后成就三无离，就是日常生活中要不断的让你的身语意避免造恶，然后要不断的修持善业。过了是嘛到的了，见现到了对面就特地做，娘说郎，另外有什么给我了过了呢？我让个另外有什么他必须当的，他必须了过了，甚至他们就来骗说的了过了过来，就是为了个，多生就多讲了，修光，小给爸爸的都不懂谁的要的，天天写了就他这个要嘛的，上写了没把拉修这个要的，然后应当修主要，也就是见了嘛就把茶，见了把这是呢，那么牛肉炒出来把这马些不切，见了啥没来把儿，就他这个就见说呗，干的，这了，他们去机场接啥多，这把先别去了，落中的，
근데 제고 여성 고로 메자 렌주 메바 또저 인자 타와 자 예마금 고는 메도 유산 메자 接着不颠倒是非，然后不实作实修等等。当坚定而修，以二观察解，不好大喜功，不躁易怒，不喜怒无常，莫追求声誉。노심 단직되게 되어라 신사시죠 말이 주 삼삼을 주 삼삼은 기부당대 다 같은 주주 인생하세 공성 인생하세 기부당대 삼삼도 대시죠 말이죠 这里有一句很重要，说不实作实修，就是偶尔修，偶尔不修，这样是不行的。今天放假了，那我们就可以不修行了，这样是不行的。然后同时，当坚定而修。接着说。尤其修业行，自重性为因，能清苦机会，请调我执教，今死亦无憾。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